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6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已经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明仔载会有108万剂莫德纳疫苗会送到台湾。指挥中心也讲，75岁以上民众头一人注莫德纳，而且已经满10礼拜的，明仔载开放注第2档。台南目前幼稚园通知家长，莫甲囡仔带咧4假期，也要配合疫情调查。若准是做袂到，囡仔就要伫咧厝内自主健康管理14天。德鲁固自强科台北市国家署认为讲，被告等人对意外部要要紧，认为讲这个罪行就要改做是杀人罪。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指挥官陈时中宣布讲，明仔载开始会有64万剂 AZ 疫苗，加108万剂莫德纳疫苗会送到台湾。另外也宣布讲，75岁以上民众，若准头一张是注莫德纳疫苗，而且已经满10礼拜的，明仔载开放注第2档。来讲到国内疫情的部分，伫今仔日有增加2个本土病例，加10个带病入境。讲到这个本土病例当中，有一个是新北市幼稚园的负责人，伊解除隔离了后，搁再检测阳性啊。国内新冠本土疫情，16摆是新增加2个本土病例，拢伫新北市。按16214是80多岁女性，9月中捌因为其他原因就医采检是确诊。按16221 70多岁女性是邦桥某一个幼稚园的负责人，今年7月已经注过1支莫德纳疫苗，9月初因为群聚事件防隔离，2次采检拢是阴性，而且无症头。12解除隔离，无想到2天后就医采检阴转阳确诊，CT 值16。最有可能还是说是在进入整个隔离程序之前，在这个幼儿园的场域当中，有接触不管是接触到人或者是接触到环境这个部分而感染到。因为考虑到长辈若是新冠肺炎感染了后，重症也是死亡的高风险族群，为了确保长辈会当得到有够的免疫保护力，指挥中心宣布开放7月初9前已经注第1支莫德纳疫苗，而且让10礼拜以上、75岁以上的长辈注第2支莫德纳疫苗，人数差不多有29万1000人。由各县市政府直接做册通知，17拜5开始会配送给各县市政府。目前来讲，计算还有这些的余量。加上我们本身的一些库存的量，先提供给75岁以上人来打，那大概有30万剂。若是咱家己买的新冠疫苗，拜5还有会会到，包括着 AZ 疫苗64万剂，有效期到明年的1月底；莫德纳疫苗是108万剂，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中，拢总有172万剂疫苗，希望有助提升疫苗的注射率。那我们的政策就是疫苗能够到，我们就尽快的施打。希望能够把不管是涵盖率或第2剂的涵盖率，都希望把它冲高来。但是中是讲，这段时间疫苗进货会比较较济，希望会当将第1剂甲第2剂的注射率拢冲悬。建议民众有疫苗都要赶紧注。若是新北幼儿园负责人当初互考虑伫第2延，该隔离了后才确诊，目前会当作是Delta变异株，佮针对第2延的人员考虑标准来进行检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疫苗的部分，这个台大病院甲中基病院最近拢要进行莫德纳、AZ 高端这3种疫苗注前后档的实验。就医生表示讲，莫德纳甲高端疫苗的 S200，因的结果是相像的，只是载体无同。不过，也有医生认为讲，除非实验证明先注莫德纳后来注高端了后的中和抗体有关过其他疫苗的组合，若准无食，是无建议注无同款的品牌。国内已经有300多万人注莫德纳疫苗第1剂，煞等无第2剂。即马台大甲中经病院对第1剂注莫德纳 AZ 的人，第2剂要注高端疫苗，不过也引起外界质疑。高端疫苗还未通过3期临床测试，为什么用当作是注第2剂的试验呢？我们 EUA 有通过可以使用的药品，那做第3期都是为了一些效果把它确定下来，所以在安全上面已经得到专家跟统计上的一个认可的时候，那进一步做相关的一些确效，这也是大家所希望的。目前新冠疫苗因分组由腺病毒载体制作的 AZ 胶生 mRNA 莫德纳 BNT 次单位2倍剂造成的高端 Novax，
也佫有灭活病毒技术的科兴疫苗，为解决强化延迟甲病毒一直变种的问题，其实未少国家拢做2支无共款的疫苗，亲像德国总理梅克尔、加拿大总理杜鲁道拢是先做 AZ， 搁做莫德纳。但被芬兰、法国等欧洲真侪国家、亚洲的南韩、越南拢予第一支做 AZ 疫苗的人，第2支改做莫德纳 BNT 等 mRNA 疫苗。只是目前 mRNA 疫苗搁做次单位2倍剂疫苗，伫国外也无案例引起关注。不管是 RNA 腺病毒或者是那个高端疫苗，它做出来都是 S 蛋白。虽然它的平台不一样，它做出来都是 S 蛋白，所以混打理论上应该可行。可是我们要经过实际研究验证。那个莫德纳跟高端其实它就是兄弟啊，混打这个完全是一样的一个 S 蛋白构造。混打莫德纳跟高端，那它必须要有证明说莫德纳混打高端它的效果不劣于莫德纳接莫德纳，因为这个当然是比较合理。那所以在现在的情况下，莫德纳混打高端疫苗当然是有机会，但是不一定会成功。医师表示，做 mRNA 搁做次单位2倍剂疫苗，伫安全性无问题，啊，毋过除非临床试验结果证明伊的中和抗体比其他的组合较好，啊，若无是无建议。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国内第8轮注疫苗是注 AZ 疫苗，昨夜开始注咯。不过，伫咧桃园数一个86岁查甫人早起去注第2档 AZ 疫苗，伫暗时6点的时阵，却是雄雄死伫厝内。敢是因为注疫苗所引起的死亡，恐惊是搁要验尸。另外，指挥中心也讲到，这少年家仔注第2档的 BNT 疫苗，将有可能出现心肌炎等等的症头。不过，目前是还未有死亡案例。若阵真正发生心肌炎，住院差不多是5、6天就会当出院啊。第8轮 AZ 疫苗开始注，暗过桃园龟山区一名86岁查甫人，迄一天早起伫南口中经病院注 AZ 疫苗第2支，登去厝休困，想要到暗时6点外，亲人发现伊倒伫眠床已经无气无心跳。桃园市府表示，死者有慢性病史，死因爱国等司法上验调查清楚。指挥中心也公布，伤心不良反应事件通报，搁增加3例死亡，拢是注第1支 AZ 疫苗的人。3例的 AZ 疫苗接种后发生死亡的不良事件，都是接种第1剂的。第1剂、第2剂，只要现在这个是一个时序关联的，那都会包含我们的通报之内。校园9月23开始注 BNT 疫苗，啊，毋过外界烦恼可能会发生心肌炎甲心包膜炎，但是中国信心化会讲发生几率并无悬。根据各国报告指出，心肌炎发生的几率第2支较悬，啊，毋过目前无心肌炎所引起的地数个案。共37位的青少年接种 BNT 就有出现心肌炎或心包膜炎，30位是在打第2针之后才有的，平均的年龄是15岁左右，住院5到6天左右就可以出院。疾管署也公布上新新冠肺炎疫苗安全性监测报告，发现有5种不良事件，通报值比背景值较悬，包含心肌炎、心包膜炎。目前有17件，伫11.5到85.8岁发生伫疫苗注了后7到29天。另外，脑静脉度去踢掉的是性经验、过敏性休克等。咱科医师提醒，确实注新冠疫苗了后，发现视力变差，建议马上看医生，可能是视性经验，或者是血压引起肝中风。它的中央网膜动脉或静脉，如果因为打完疫苗造成阻塞的时候，因为当你血栓产生以后，它的视网膜就会出现水肿现象，视力就会受影响。香港卫生专家指出，为避免引起心肌炎，建议青少年住的所在应该伫大腿近拍，而且只做1支。但是中表示参考，各继续收集相关资讯，作为以后的参考。记者综合报道。中秋连假伫要到啊，虽然指挥中心无叫民众唔通拍走，不过伫咧台南数一间幼稚园，通知家长莫甲这个囡仔带咧四界去，而且也着爱配合幼稚园的疫情调查。若阵家长做袂到遮，囡仔着爱伫咧厝内自主健康管理14天，也代表讲囡仔是袂当入去幼稚园的。着家长认为讲安尼做是真无合理。看到阿嬷的手欢喜上课，读小班的璇璇为了防疫，伫校门口都爱甲阿嬷讲再见。
随着中秋连假要到，传统家人聚会节日，台南有幼儿园为了防疫发出公告，要求学生避免跨县市移动，也是出去佚佗。做不到可能会要求伫厝隔24天袂当上课。100%赞成啊！你不能自己吃宵夜拉别人一起胖的概念，对不对？因为其实就我所知，像幼稚园老师他们虽然已经打过第1剂的疫苗，但其实每个礼拜他们都要自费搓鼻子要筛检嘛，蛮可怕的。所以还是觉得说，还是让他停课这样子。觉得也不合理，因为毕竟爸爸妈妈有在工作，每一个家庭或是有小孩的爸爸妈妈，我们尽量就是在园市活动。爱学生卖跨县市移动要求，大多数家长拢认同，也毋过也有人替双薪家庭烦恼。那真正停课14天，恐惊也无人照顾囡仔。也毋过，台南这间幼儿园技术访问，市府也替学校讲话。教育局是没有这个规定的哈，大概可以理解，它是为了把防疫工作做好。台南连续80天零确诊，面对中秋连假，烦恼跨县市也是关注增加调病风险，一直呼吁民众配合。另外，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对有幼儿园禁止学生跨县市移动，指挥官陈时中无表态认同，也是反对，即建议下当多多请教专家。记者综合报道。中央所推动的振兴5倍券10月就要开始施行啊！地方政府要另外增加优待，亲像台北市有超过100万份的台北幸福券，新北市要提供31万份的加倍券，予新北市民来抽奖。那讲到桃园的部分，因要推出好事成双券，上券会得用5000块换12000块。工作人员将一箱由桃园女子家甲受刑人协助分装的纸本5倍券搬上车，伫警车介护之下运去仓库，准备10月发予全国民众。为抢上机，各县市政府对你加码。5倍券选悠游，5告大包，很好。那台北市除了进前公布的台北双号券，10日公布用悠游卡领5倍券的前400名，依照前后应加码100到300，也有机会得到相关3000块优惠券，限量2万分。用悠游付所费支付领5倍券，也有机会得到相关5000块优惠券，限量1万分。消费5000给5000，但是这给5000是类似coupon券的哈，就是你要在这折价券再去买东西。新北振兴加倍奉还。新北市也推出31万份的加倍券，予新北市民抽奖，5000块换买1万块1万分，1000块换买2000块10万分，500块换买1000块20万分，也有白所费5倍券，使用指定业者所谓支付到有合作的新北市店头消费，就能得到10%的回馈金。日本用加倍的方式，是为加码这2个更有加成的作用，所以带动促进基层的消费，一定有机会达到200亿。桃园市也加码好事成双券，200块换400块，命价10万人；500块换1000块10万人；1000块换2000块，命价3万人；5000块换1000人。那不限定桃园人来抽，但是一定要来桃园消费。我们希望把雨水落在桃园，能够振兴我们的服务业。桃园要所为5倍券加码，配合桃园市民卡有机会抽奖，提超过1000块的加倍金。记者综合报道。除了地方政府以外，这个体育署下晡也发表动资管指点控，会分做4礼拜抽出200万份，而且是1份500块的动资券。这回动资券较特别咯，敢若会当用伫咧做运动、看体育比赛门票，是袂当摕来买物件。中职这个球季捌因为3球减价停赛超过2个月，目前敢若开放25%的观众入场。全台湾各地的运动健身中心进前是配合停业，损失严重，所以体育署加注的动资券2.0使用范围是敢若会当做运动、看比赛，这运动产业类别的点头。如果是民众对于购买这个体育的用品，包含的运动衣或者是运动鞋或者运动的装备，就可以使用振兴5倍券。体育署解释，振兴5倍券比去年3倍券规模较大，而且去年做运动、看比赛使用的是相对弱势，才会安尼考虑。民众若是要买相关用品，会当用5倍券。动资券2.0代言人罗颜芬讲，去年有抽到替囡仔买运动裤，今年应该会带囡仔去看一场篮球还是棒球。不一定小孩子看得懂啊，但是至少说你让他可以提早，或者是说去感受现场的一个气氛，让他知道这些运动是，这个联盟也好，或者这项运动也好，是在真正的一个职业运动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从小去培养吧。
甲其他部会的加度管共款，9月22至10月29，民众会记得伫共通平台登记500元的时阵，交选动资权。10月10日开始分4礼拜来抽签，各抽50万份。中签的人爱伫动资网输入相关的消息，得到 QR code 了后，500块伫实体还是线顶平台，拢会当分解来抵扣。因为配合着棒球甲篮球的比赛，11月7日开始会当用到明年6月30，是各部会加度权内底使用期上长的。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汉光演习，今日到今仔日是到第4天，重点是放伫咧屏东红港的射击场，演练着敌军对海面来，咱的国军开炮弹甲因攻击。另外，国军伫咧台东花莲演练反定力作战，防止中国解放军对东部入侵。另外，行政院也通过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条例草案，会送到立法院审议。安省这5年要开2400亿预算。国防部强调讲，全部拢是台湾家己制作的。指定一个华国军自走炮向海华射击，要互登陆的敌人好看。汉光37号演习第4天的主题是屏东红港的射击场，展开联合反击炮弹炮射击。八军团官兵出动 M11档 A 量自走炮，也甲 M1.9 A 量自走炮、155榴炮等3类，拢总50门弹炮部署伫2花边，拍乱敌军团的偏左。佮以150粒炮弹压制敌军登陆，吸引不少民众来这个所在围看。另外，台中番仔寮也是炮声不断，第5作战区进行反登陆作战操演，出动 M11档 A 量自走炮，也甲 M1.9 A 量自走炮投入射击。花莲港是台湾东部重要的战略位置，第2作战区16伫花莲北部海沙堡举行反击作战，出动 M6档 A3 战车，也甲 CM21架车，模拟敌军想要登陆，国军反击。同款伫东部台东基本海沙堡因为较空旷，佮加上海华较平，较会变做敌军登陆的好所在。国军出动战车、装甲车，快速抢占优势据点，将炮上准敌方的海上军舰。桃园的基地是演练直升机情报作业，国军透过汉光演习来展现保卫家园的决心。但是行政院16通过海空战力提升计划特别条例草案，来做优先法案送到立法院审议。国防部规划编列2400亿的军购特别预算，为111年到115年，短期内条件会当快速量产武器的装备，包括着华地反舰飞弹系统，拢总8大项目。我们自己要展现决心跟付出努力。国际才会看得起我们，只有自助也才有人助。国军要急速的能够提升我们的战力，因此我们这8项有10个案子都是关键战力，精准飞弹，包含了就是雄风、天弓。还有天剑系列的飞弹。王信良是讲，这8大项目当中有10个案拢是国产自制，会用5年时间建设完成，快速提升咱方的战力。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铁德鲁固自强号败马事故造成49个人死亡，花莲地方法院今仔日头一届开庭审理，家属认为讲被告包厢李义祥这挂人面对发生事故时阵根本是无要无紧，认为讲甲这个起诉的罪名爱对过失致死罪改做是杀人罪。李义祥被关5个月，情形明显消散。泰鲁高和并车事件被告包厢李义祥，也个移工华文好，联合大地工地监造李进豪，张济负债顶4个人，以过失致死顶罪起诉。16花莲地院第1摆开庭审理，法官当庭勘验工地行车记录器所翕的镜头。刚刚有说，就是他明知道假日不能施工嘛，那就是危险的关系才不能施工，但是他还是要施工。对，他明知道货车坏掉了，他还是要把它开到工地去。大家其实看到那个影片，其实都应该是非常难受。李义祥以及华文豪，他在过程里面其实是非常轻率，包含他们在卸轮胎的时候，那个轮胎掉落的点就是边坡的点了，它其实离边坡非常近的。然后他们当时的对话里面也有显示出会不会掉下去，也就是他们其实对于所有危险的发生都有预见的可能性。
遇难者家属无法度接受，影像显示李义祥拍算将大货车驶入现场，所伫过弯的时阵卡掉咧熄火，就算落车查看门花分好，车链是毋是落落去，毋过也是发生悲剧。家属认为李义祥等4名被告明显是因有见事故发生，所无积极处理，以过失致死罪来纠正，上当初5年刑期实在伤过轻，注定应该变做杀人罪来审理。要家属将目标指向代替，无以铁路法做边看防护，爱负上大责任。6月的时候，我们全面盘点了，一共有64处是有义务入侵这个风险的。好，那其中26处，我们现在已经在进行这个落实告警系统的一个建制。就伫咧同一天，代替伫行政议会向院长苏贞昌报告加强监督，也佫表示要照高铁甲华航安全机制，主动发现有风险。毋过事故的刑事责任追究对象不只有包商，检方一定伫8月份追加起诉代替人员，未来也会接受司法审判。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和平的3星期部落，伫咧921大地震的时阵，有45户全部倒去。区公所有启动迁村计划，受灾户伫咧2005年的时阵搬入去新厝。不过，这几冬煞有22户开始发生土地甲厝壳所有权的问题，甚至去互法院拍卖啊。经过调查，才发现讲是区公所无完成土地移转的行政过程。今仔日住户也去到区公所抗议，要求政府就要担起责任。政府骗地，政府骗地，还我家园，还我家园。3星期部落居民来到台中和平区公所头前，有布条抗议，因为因唔敢相信921地震部落45户全倒。经过迁村中介交代，已经过22年，今年因为区公所无完成土地移转的行政措施，即马有4户土地互法院拍卖，面临无价可归的困境。会有1半以上的灾民啊，其实一直都没有办法去走完这个所谓的土地啊，要转移给灾民的这个过程。那公所竟然就把它压到现在。居民好几次来区公所，然后区公所也类似有甩锅的现象。然后今天我们就来陈情诉求，看看我们的区长、区公所他们要怎么解决。1999年921地震了后，政府在当年启动3星期部落迁村计划，采用1地2地的模式，让居民放弃原本部落土地，集体迁村到50公尺外的新地址。2005年新厝落成，3星期部落重建自救会表示，当时区公所以协议结构加补偿金的方式，让新地址原地主放弃土地，也过因为行政程序出现欠点，地主有22户陆续出现土地加建物所有权的问题。2、3年前就有听到过户的时候遇到问题，一直来找公所、找议员、找民意代表，然后大家一直没有处理好，所以一直到最近土地被法拍，所以就有4个人被现在的屋主要求要搬离他们的部落，才把整个问题凸显出来。确实，当时公务单位应该去做土地的所有权人的涂销。当时因为我刚才讲说，因为是灾害，大家在紧急命令当中，所以可能这程序有一点疏漏了。所以没有把它后手的程序完成。和平区公所承认，当时承办人员所示无做好土地注销的程序，接落居民送到的定情书，搁答应16暗将去部落说明。3星期部落重建自救会是要求政府负起责任，不排除提起诉讼，加申请国赔。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伫咧中国四川的鲁关境，透早4点的时阵发生规模6.0的地震，目前已经造成3个人死亡，88个人受伤。大力的海，互警报器大声响。中国四川泸州市鲁关16透早4点33分发生规模6个地震，地震深度10公里，真侪民众为困梦中惊起逃生，几间学校也赶紧疏散学生到运动场避难。到了操场以后，就不要再惊慌，然后做他当场清点寝室的同学。几啊间民家厝甲建筑物受损，吹起的墙啊、线电街路，也有民众防缀伫倒去的厝的下骹。到中昼已经知影3个人罹难，3个人重伤，85人轻伤。1、2、3。这件浅层地震连离震央196公里的成都、124公里的重庆，拢有明显的感觉。乐观一个9层内900个矿酒的火药罐封进喙，地数超过200吨高浓度白酒大量流出来，都惊高浓度的酒精拄着火会引起导火，消防人员赶紧出动处理。
对现场除了4支水枪，对现场进行稀释。过几年，四川阁发生地动，互民众想起2008年的汶川大地动。也毋过，四川地动台表示，汶川地动甲罗关地动发生的断裂带距离远，而且属于无共构造，关联性无大，后续有更较强震的几率低。汶川地震对我们这次地震没有一个直接的影响，它的主震释放了比较充分的这个序列的能量，那后续的余震就会相对不太丰富。地动估计造成当地62000多户停电，罗关居民厝倒22间，严重毁损164间，还阁有一个车站受损。中国应急管理局发出地动应急3级响应，派出由中国地动局副局长带队的工作组赶去当地指导救灾救援工作，也在继续。记者综合报道。古巴伫16宣布会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申请，要认证因家己所研发的3种国产疫苗。另外，有媒体报道讲，印度当咧考虑要再去恢复疫苗出口，而且后边也宣布讲要搁再捐2亿吨疫苗予世界的各国。法国的部分是强制医护人员就要注疫苗，若准唔注会停止处罚。古巴16宣布，将会自行研发的3款国产疫苗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申请认证。这3款分别是阿布达拉主权2号甲主权 Plus 疫苗。Jueves nosotros iniciaremos un proceso de intercambio con especialistas, con expertos de la Organización Mundial de la Salud. Ya esto lo hemos venido anunciando. Ha habido ya algunos intercambios. Con la oficina aquí en La Habana. 古巴是唯一自行研发新冠疫苗的加勒比海国家，超过65%人口至少注第1剂，37%人口完全注疫苗。官方讲，家己的疫苗保护率超过90%，16个国家开始针对2岁以上囡仔注射。也毋过，古巴遭受Delta侵袭，过去1礼拜平均逐天增加大约7500例确诊，80人死亡。虽然比起顶个月明显降低，感染率依然是全世界排头前。大约有20%的确诊者无到20岁。另外一方面，路透社引用知情人士报道，在印度成年人注疫苗渐渐普及，加上疫苗供货增加，印度当咧考虑恢复疫苗出口，主要出口到非洲。印度是全球疫苗上大生产国，今年4月为了应付国内疫情，停止出口疫苗到达。目前已经有61%的成年人至少注1剂疫苗。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是警告疫苗注的速度需要加紧，防止疫情在无注的人之间大爆发。同时也答应欧盟就搁捐2亿剂的疫苗到非洲国家协助抗疫。Let's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hat this does not turn into a pandemic of the unvaccinated. 法国是实施新规定，10月起，医护照护人员需要至少注1剂新冠疫苗，若无将面临停职停薪处分，一直到注疫苗才会当复职。全法国目前还阁有30万名医护无注疫苗，这项措施引起部分病院的烦恼，人力不足，将予医疗量能更加吃力。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美国有一项研究发现讲，若准染过武汉肺炎落尾好利的民众，搁再注2档 mRNA 疫苗，会当甲因的免疫力大提升，甚至会当对抗Delta变种病毒。若讲到报道界部分，已经有8成民众注过2档疫苗啊。咱看到澳洲的新南威尔斯省疫苗注射率达到80%了后，因当地政府也宣布讲要解除宵禁。变种病毒侵袭，各国防疫压力承担。美国一项小型研究发现，确诊新冠肺炎康复的患者，若讲各注2剂 mRNA 疫苗，也就是辉瑞也是莫德纳疫苗，将会当大提升免疫力。研究人员将这款的发现叫做超人免疫力，也是混合免疫力。They also have what we call breadth. That is, they are able to neutralize mutants of the SARS-CoV-2 virus, including those that are circulating in the so-called variants of concern, such as Alpha, Delta, and others. 病毒专家针对14名着病康复、各注疫苗的患者进行研究，发现因有机会得到超强的免疫力。研究内容讲到，过程中发现的抗体会当中和6种变种病毒，包括 Delta 甚至20年前的 SARS 病毒，互终结疫情，搁增加希望。
疫苗注射站内有不少民众前来做疫苗。葡萄牙官方数据显示，已经有820万人注完2剂疫苗，占总人口8成。Quando eu chegar aos 85%, acho que já não consigo vacinar mais, a não ser que comece a vacinar cães, gatos e periquitos. Pleasingly, after receiving advice from both police and health, given we've hit that 80% milestone across the state, we're able to lift the curfew in those areas of concern from tonight. 澳洲成人威尔斯省是有80%的人至少注第1剂疫苗，完全注的比例来到17.5%。新南威尔斯省长指出，我2礼拜疫情转好，15开始解除宵禁，一旦全国80%的省人完全注疫苗，边境封锁措施也将会取消。公视新闻陈慧珍编译。中国伫咧印太地区的军事威胁是渐渐变大。美国总统拜登15甲英国首相、澳洲总理透过3方视讯联合记者会，宣布成立新的安全同盟。这也是美国、英国、澳洲这3国自从自世界大战以来上界大规模的军事合作。美国会提供这个澳洲互因核子创水艦的动力技术，帮助澳洲正做是全球第7个有核子创水艦的国家。伫五眼联盟甲四边安全对话，华府又搁针对中国伫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威胁，甲英国、澳洲成立一个新的军事合作联盟 AUKUS。 Today, we're taking another historic step to deepen and formalize cooperation among all 3 of our nations, because we all recognize the imperative of ensuring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Indo-Pacific over the long term. 这是美国、英国、澳洲3国为二次大战以来上界大规模的军事合作。甲五眼联盟的情报分享，较无共的是 AUKUS 搁集中伫军事能力的共享。联盟头一份安全合作协议是输出核子潜艇动力技术，予澳洲海军。这是美国50年来头一届对外分享核子潜艇技术。这潜艇会比常规动力艇速度搁较紧，搁较歹侦测，会当伫海底停留几落个月，航程甲载重拢大幅度提升。澳洲也成为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印度也甲俄罗斯了后，全球第7个有核子潜艇的国家。美英向澳大利亚出口高度敏感的核潜艇技术，再次证明他们将核出口作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采取双重标准，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径。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高铁要做到宜兰，不过这个宜兰站到底要设伫咧倒位呢？交通部铁道局8月做出内部评估，认为加台铁4城站若准是起做伙，效益是上界好的，不过却引起地方反弹。宜兰的地方人士今仔日去到立法院陈情，认为讲这个高铁宜兰站应该爱起伫咧宜兰火车头，就会当边开发农地啊。交通部表示，目前是还未定案，9月2号会去到宜兰和乡亲做沟通。宜兰地方代表透早包游览车就报到立法院陈情，由宜兰市长江聪燕代表递交陈情书向立法院长刘锡坤签名，希望交通部考虑在地需求，先行评估高铁延伸宜兰，爱选伫交通便利宜兰站。地方认为宜兰站唔但连接花东便利，也会当保护宜兰农地袂过流失。宜兰火车站周边原本就是都市计划内的都市用地，在都市用地里面来做更新开发。这个才能符合我们现在国土规划、国土保育的一个原则。高速公路这边随时罗东、苏、东沙、花莲、台东拢会杀的。对交通部整治内部评估设站4城，在地学者也表态反对，认为就环境条件来讲，4城站的4khu位是饮水暂时区域，并无适合进行场站开发。4城这个地方650公里，在1天内下方会到什么样？那个地方尖水会超过3公尺，处理不当，真的是一个灾难。如果大家从优缺点中，缺点可以克服，他们决定要在哪一个站，我想在交通部这边会尊重这个专业跟民意的这个结果。交通部表示，目前铁道局对高铁宜兰设站内部也在进行评估，还未定案。9月2号，交通部长吴国才将会亲自去宜兰甲在地沟通。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市地政局办理第3季土地标案，有24笔的土地吸引到96封标单要来标，这是高雄县市合并以来上届激烈一届。而且南马溪土地上届抢市，业者认为讲可能是台积电要去到南马溪设厂，建商才想讲去标看卖，先做投资。高雄南马溪第17线路段附近，未开发的这块空地也是高雄市地政局今年第3季土地标售，总价上悬，而且一价率高达104.5%的上冠王高雄市土地买起真多。这摆竞标大数创2010年高雄县市合并以来新冠纪录。我们释出了20标24笔的土地，那总共有96个投标方参与竞标。那标托的总金额是21.2亿元，那标托率是90%。那其中投标封96封，已经是我们县市合并以来的新高。这摆南马溪10笔土地上受欢迎，有14封标单抢标的原重单至少单296、297地号位列，因为交通方便，而且往大学区上宽，附近土地每平差不多50多万。不过这摆开出64.2万的介绍，业者分析除了地理，恐惊也跟外团台积电可能进驻中游南马溪旧厂区有关系。其实在这几个月，整个市场上面的整个销售的状况，反应就开始热络了起来。包含在楠梓，包含在桥头，那包含在29期高铁这一区，其实销售的状况都非常的好。抢地虽然代表建商看好当地发展，不过工会也表示，标售介绍未来可能反映伫厝价，和当地大楼厝价有关到每平25到116万。爱河甲落户所在的土地，15也以总价44亿卖出去，从爱河沿线上柜总价，业者评估。买主接手开发了后，同款会带动当地厝价，对想要买厝的民众来讲，恐怕不是一个好消息。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 Gogoro 今日宣布，会甲美国一间科技公司 Perema 达成协议，因会甲公司合并买落来，而且希望伫咧明年的头一季就会当争取挂牌上市啊。预估明年 Q1 我们就会在 Nasdaq 上市。台湾电动机车厂商Gogoro正式宣布，希望伫明年第一季完成初步争取，伫美国挂牌上市。甲美国一间空壳公司 Perema 达成并购协议，新公司估算企业价值13.5亿美金，而且阁筹募超过5.5亿美金的资金。上市的时候在 Nasdaq 是2.35 billion US dollar， 这个是650亿台币。Gogoro 因为得到国发基金支持，被看作是政府一个咧铺的独角兽。不过外界好奇，Gogoro是不是因为经营了钱，要找找资金帮助，就要去美国挂牌，找找更较侪资源？Gogoro强调，除了国发基金，轮泰集团总裁殷恩良、鸿海新加坡、淡马锡等国际公司拢会加入投资。不只是我们现在有的这个投资人，在这个 prospect 里面呢，我们润泰集团的尹总裁这次也有参加，从第一次我们 founding 公司的时候到现在每一轮他都参加。为什么无要伫台湾上市呢？Gogoro表示，公司的目标是要到上大资本市场发展，也强调新公司目标伫2022年第一季完成并购，加逐步争取上市。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政府烦恼讲，这中秋连假绿岛人数会有真侪游客，所以规定游客必须爱摕注疫苗的证明，或者是3天内快筛阴性证明。若讲到金门马祖是规定搁较严格，快筛阴性证明必须爱伫咧24点钟内。另外，若准有3天内的 PCR 采检的阴性证明，也是会使的。不过，若准无这个采检的证明，就算已经注过2档疫苗啊，也是爱做快筛。在这边筛检是。台东渔光渔港正式快筛站免费提供快筛服务，因为防疫降级，今年中秋连假游客不止多。根据当地客轮业者讲，中秋连假第一天就开15个船班，保守估计有3000人来绿岛。第二天要10个船班，担心Delta病毒入侵社区，台东县政府加来绿岛的条件有关。若是无相关证明文件的人袂使来。地区渔会，然后绿岛跟兰屿的民宿业者的协助，2个乡公所的协助。那因为他们都有要求，民众一定要提供
施打疫苗的证明，或者3天内的快筛阴性证明才能上传。由台湾本岛要去离岛的防疫规定全面提升，偏药馆也规定，若是要来一定要做快筛，若是有摕 COVID-19 做过有风险的记录卡，或者是3天内 PCR 阴性证明，就当免做快筛。金门县连江县是更加严，快筛阴性证明就要是24点真久内，或者是3天内 PCR 阴性证明，就当免做快筛。但是做销做过2期有风险的人免做快筛的规定，就是惊讲有突破性感染，做恢复全面入境拢要快筛。已经持有3天内的 PCR 核酸检测阴性者得以免筛，2剂疫苗施打者仍然要筛检。提醒伫咧中秋连假要去绿岛南屿的民众，福冈渔港快筛站自17开始，每天会早起7点到下昼2点提供服务。另外，针对中秋连假，真侪人要登记出国，台东火车站出口的所在也设立快筛站，自17开始试办2个月。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查甫人伫半暝啊走入去北投溪的北投洲自然保留区，偷挖25公斤的北投洲。警方接到民众的通报了后，抓到这个查甫人，专案依照着文化资产保护法，该移送法办。可以上，有了啊，有了，你可以叫他边啊。警方要求一个查甫人停落来。伫15透早，有民众听到北投溪的木栈桥下边传出声音，警方到现场发现这查甫人躲要离开，最早发现伊用铁锤架架死，偷超过25公斤的北投洲。陈姓嫌疑者提着刚刚由保留区西壁凿下具有稀有放射性温泉矿物的北投石约25公斤，范闲。他辩称说他是要将这个北投石给自己使用，以及送给其他友人。这世代查甫人表示，偷北投洲是要自用，也有送互亲戚朋友摕来泡茶，互水质释放温泉矿物元素。专家表示，北投洲目前只有伫北投，也有日本玉泉温泉出现过，真罕有。不过含有放射性元素，摕来泡茶对人来讲不一定有好处。北投石的成分它在硫酸铅、硫酸钡中间呢，它还有少量的放射性的镭。一般来讲我们这种放射性呢，其实我们是要注意的。泡茶的这样的一个用途，我认为其实是没有科学上根据的。伫安山岩顶悬小小结晶，这温泉水沉落去的结晶就是北投洲。早伫1933年日治时期，就被公告是天然纪念物，严禁采取保护。数十年来，因为当地因为开发加水污染这因素，真少新的北投洲结晶搁较珍贵。即马卡苏凊彩偷地违反文字保存法，相关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可罚金50万到2000万。最后专案以切刀甲文字法上班。记者综合报道。第40届行政院文化奖下晡进行颁奖典礼，2位得奖者，一位是念歌的人间国宝杨秀卿，另外一位是舞蹈界前辈刘凤学。透过文化奖肯定因对文化艺术的推广和传承。年纪86岁的唱念艺术家杨秀卿，最近身体无啥拄好，不过也是出席行政院文化奖的颁奖典礼，上台发表感想，讲无几句开始用唱的，只是唱了有淡薄仔卡卡。伊坦白讲是因为无炸琴。真歹势，讲也无夜琴啊，人做安怎唱歌。细汉时啊，失明自细汉走唱毋捌中段表演，毋愿互传统唱念失传，伊成立艺术团，展开巡回表演。过去为着生活才唱，即马为着文化，互人讲是人间国宝。今年获颁行政院文化奖。感谢恁大家到收听。今仔日无想讲我这阿婆这尔只老啊吼，今仔日会当幸运来到这，我感觉实在是真好命。得奖也有国内头一位舞蹈博士刘凤学，伊的现代舞创作重视民族文化，伊更加重视教育，也捌得到教育部头一届艺术教育贡献的终身成就奖。16，伊也因为健康的因素无法度出席典礼。他特别要我转达他最深、最诚挚的谢意。他说，他仅仅只是一名舞蹈的
终身义工、终身的志工。行政文化奖是官方最高等级的文化奖项，表扬杰出艺文人士的终身成就。这届2位受奖人，伫传统艺术也甲表演艺术拢有真重大的成就，因为因更较侪人会当认捌文化的精彩，因为安尼才有法度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家己当少的矫情社区最近邀请戏剧老师来教时大人搬戏，唔但会当增加社会参与甲生活趣味，也会当减轻身躯顶的退化。社区时代无物件，引互别人来要。家己馆当就向矫情社区的时代，即马当咧上戏剧训练的课程。在当中，101岁抗五像阿嬷，佮甲后生做伙来上课。伊本来拢咧困啊，咱踮厝拢咧困啊，来这拢吹手片笑啊，骹海手摇啊，大家都爱来啦，注意啦。最可惜的是妈妈叔叔他只知道他有骑过，其他都忘记了。除了互时代练习表演。为了增加因的表达能力，老师佫请因爱准备家己的物件来讲故事。老师表示，即马是第2届上课，时代的表现拢真好。透过不一样组合的戏剧游戏，那互咱的时大人会用有较侪机会去表达因家己，讲因在地的故事。社区的时代讲课程趣味佫好笑，下礼拜拢会当上课。主办的家己馆文化基金会指出，社区的时代透过上课接触无共文化，嘛丰富因的生活。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作家洪明道进前出版《丹路》一本小说，透过装卡小人物来表达对乡土的情感。这届已经出过了篇原本的文章，出版台本的有声册，希望大家会当用台湾的开口来读小说。拿杯白色的鸟仔毛，甲彩云画过，一点一点。倒着一寡摊开的色水。小说《丹路》的作者洪明道本身是医生，嘛是作家。2年前则摕到台湾文学金典奖等等的奖项，这届随国新出台文版。因为迄阵的台语程度写字的程度阁无够好，所以迄阵就用华语含台语套蓝的方式来写。到尾慢慢学台语文了，有这个能力会当来写全台文，所以就想讲要甲这个故事定写转来做全台语安尼。洪明道为着写好台文、学台文，除了出台文册，阁有有声版本。听的时阵，就像咧听故事。盐啊，透早只有2-3个游客上山，前手拢伫即个时啊去厝家迄边买菜。册内底除了精选正经的古篇文章，阁加入一篇咸仔，伊用返乡也是庄卡内底的人做主角，点出伫传统规范之下的冲突、适应甲出走，其实嘛反映伊家己对家乡的一寡感情甲选择。我受教育拢是当外口啦，我是去台南读册啊，过来到台北读大学，所以有一个过程就是会争取熟悉我即个故乡。伊掌握着台湾人有一种趣味，但是这个趣味背后实在是有一点仔悲伤。伊其实是一种对命运无可奈何，所以只好用那种笑客的方面来表现。出版社表示，内面的人物关情就伫台南冈山一带，所以甲写生活中的语言来表现是真重要的代志。丹路的册名台语就是礼物，作者嘛透过内面的人物带领读者做伙伫册内面找一个生命的新出口。记者陈雅文、李学凯台北采访报道。新竹地区有啥物款重要的溪流呢？为着要互民众明白新竹县开垦的源头，新竹县文化局即摆也当咧举办新竹地区两河流域故事主题展览，用讲故事的方式，要来甲民众了解头前溪甲凤山溪。头前溪过去日本时代主要是预防大水，即卖除了维持残垣灌溉功能以外，也提供民生甲工业用水。对新竹县市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河川。这站新竹县文化局透过地理风貌、族群分布、水利建设、产业发展的小改展出，希望民众更加明白家己的家乡。对于我们闽客原心可能是说一家亲，其实这也经过历史上200-300年的一个融合，族群之间互相的理解包容，那当然也发生了很多的一个历史的事件。但是因为
大家生存在这个土地上，靠这个应该是靠这2条河流的一个这个滋养嘛哈，所以事实上在这样发展，最后我们也走向于一个族群共荣共存。不过随时代改变，河川的健康嘛受到开发的影响。有真侪年经验的乡土人文翕相老师就讲，希望大家一定要珍惜这片土地。再怎么样禁止还是禁不了，是由我们的全民的百姓要有共识，就爱护地球。不管科技怎么样进步，我们实在还是要靠一个水啦养育我们，对不对？我们才有办法生存。为要让囡仔对这个主题有兴趣，咱特别用绘本讲故事的方式，让大人囡仔拢通更加简单了解头前溪甲凤山溪的故事。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太空公司 SpaceX 伫美国时间15暗时8点，有一架载着太空船的猎鹰9号火箭来出发咯，而且这回内面有4个完全无经验的民众，要来乘坐太空人进行3天的太空旅行。一日夜顶，家长带着囡仔准备等待火箭升空。美国时间15，有名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伫暗时8点发射载着太空船的猎鹰9号火箭。这架要升空的4名太空人，甲过去无同，毋是专业训练过的，是只有接受6个月训练的一般民众。而这个升空任务定义做鼓励人心。领头的是电商 Shift4 支付公司创办人兼执行长艾萨克曼。这个任务是伊出钱的。We've said it right from the start, right from the day one of Inspiration 4, that we aim to inspire people as to what's possible in space, sure, but also what can be accomplished here on Earth. 另外3名参加的成员嘛，拢是有感动故事的人。29岁亚西诺伫囡仔时期就拍败骨癌，大汉了后，佮转去治疗伊的病康溃。42岁的森普罗斯基是美国空军的退伍军人。51岁的普罗克特是一名地质学家，甲社区大学教授。15暗时，因伫福州跟来伫太空中心成功升空了后，好真侪看到民众拢真激动。It's just interesting to see the 4 different people they got from different walks of life that they put together to combine in this one mission instead of just people that have trained together for years and years and years through the military to become astronauts. This is amazing. 目前这4名非专业的太空人已经载着升空太空船正式进入轨道，因会伫个比 ISS 国际太空站运行的轨道搁较悬160公里的太空中旅行3天。飞艇有5会降落伫大西洋，这是全球嘛是 SpaceX 举行民间太空旅游团的头一届行程，毋但展开了民间的太空旅游行业 ，SpaceX 佮预告后一摆行程就伫个明年年初。公司新闻台是董炳玉。伫咧第2阿塔卡马沙漠的阿马吊镜是目前世界上顶头上界大的天文吊镜，伊的影像是比哈勃吊镜清楚10倍。但中经院团队有负责第1频段接收计划，对研发到技术零件有7-8成，拢是伫咧咱台湾完成的。8月时阵也已经成功接收到信号，未来会当搁再进行搁较有路的太空研究。20套模组伫实验室进行组装测试，这是要安装伫目前全球上大的天文吊镜——欧马第1频段接收机，伊会当协助观测到宇宙间细到1公分的粒仔。帮助阿玛能够补足它在观测次毫米波的频段的一些科学目标之外，它补足我们在毫米波部分的一个观测的目标。它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一些星系的一些目标，比如说类公分等级的一些星系沙尘的一些特性以及一些特征。位伫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的欧马由66座天线形成干涉期，会当处理比哈勃吊镜更较清楚10倍影像。由中经院所领导的国际团队负责第1频段接收机，这也是欧马吊镜频率上低的接收机，比其他频段更较会当亲自观察遥远的红移宇宙，探测4毫米宇宙中上遥远的天体。今年8月14处理单一接收机第1道信号，后来陆续成功测试3座天线之间的相位闭合，处理第1道地波光谱。这款的成果，互团队振奋，因为相关技术研发甲零组搭件有7-8成拢是台湾员工。规个过程也是新挑战。
过去在从参与次毫米波阵列经验，实际上我们那时候的专长是在比较高频的一些接收机的一些设计，算是我们第一个设计的接收机，不是使用所谓的低温超导接收机，所谓的号角天线，它的设计变得太过复杂，在制造上变成说难度很高。大概将近2年多的时间，我们终于台湾有一家工厂，它能够帮我们相关技术研发甲运转成功，代表台湾的天线技术，会当甲欧美等国家来相比。目前团队规划伫2022年底完成66台第一频段接收机甲7台备用机的交付，安装等后续作业。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是对26度到34度，苗栗到云林是对25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是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是对25度到31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2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